陨石乃天外来物，能够开启异能，赐福神通。得兴利者得天下，这事业必将是个风口啊！如今有一桩利于天下大义之事，小女子只想说给你一人听。若是天下大义之事，自当洗耳恭听。给我追！有人造访！有人造访！我的伙伴，快给我追！主公，得手啊！没开手，差点轻过了你家主公。你，嚯，拿得顺利吧？顺利得很。唉，没过几招就交货了。